喂，我而家咧就係肥咗2次佬啦，第3次考試之前嘅第一個練習。啱啱試咗幾個圈嘅，啲技術都冇唔見到嘅。希望繼續穩定啦，再加啲好彩啲啦。好，到我㗎啦，準備。舉手，左右，速度唔夠穩定啊！擰左，擰右，打燈，擰左，擰右。好，唔好跳虎啊！轉彎前入2波係我強項。902好似都 OK 好揸喎，落翻一波，擰左擰右，打燈擰左擰右，好，我頭先係咪有跳虎啊？唔理啦，繼續。跌低個10咧就會跳嘅。擰左擰右，打燈再擰左擰右。小心跳虎啊！你上次推跳虎啦。呢啲衝燈啊，難唔到我啊！車擰頭適時迫力阿博，太容易啊！小心啲，唔好跳虎啊！記住，上一次衰跳虎啊！打多幾個8字先。嗰陣時冇揸車咧，就係咁心目中係咁喺度打8字，以為自己可以片彎，但係實際咧片唔到彎。不過而家咧係轉好隻彎咧，識得用翻個油嚟到。